我發覺我每一次唔聽大人話咧，個結果係好咗，即係呢個好奇怪，係結果嚟嘅，但唔知點解。即係即係你會發覺呢個選擇係啱嘅，或者係開心咗，即係可能明白。我記得屋企叫你揾份穩定嘅工咁啊。係啊，同埋你發覺咧，又比較長期嘅之後睇翻轉頭咧，尊重自己呢種感受咧係正確嘅。我發覺有時咧有啲係曳嘅學生咧，反而佢係做到一啲更加好嘅事情，即係可能喺佢事業上會更加成功，或者佢更加開心。其實佢係生命力好旺盛，係可能係即係會自我啲，佢自我啲，但係佢種自我咧有個好好嘅一面係咩咧？佢係關注到我自己嘅叻同埋唔叻喺邊度，或者自己開唔開心，自己開唔開心，佢好注重自己嘅感受。點解會對一樣嘢有興趣或者冇興趣咧？其實發覺係同一個人佢自己對於佢嘅感受係有幾留意。